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平安。在崇拜还没开始之前，先来一个爱的叮咛，请检查我们的手机，看有没有把它调整好。愿我们把最美好的时间、最美丽的时间呈现在我们上帝的面前。手机关，调整静音。谢谢。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我们的聚会。去月。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见那婴孩卧在马槽里。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祷告他来到了我们世界上，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我们的生命的道路真理，他是我们的新生命。谢谢亲爱的主，你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殿前。我们聚集在这里，要来聆听亲爱的天父，你告诉我们生命的道理在哪里。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我们愿用诚实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这样祷告，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们用诗歌来赞美的主。新灵粮诗选171首，新生王歌，请我们大声唱。是死人生命了，他消痛苦之创伤，沿北方夏天龙尊，将士救人免沉沦，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赐。
谢主。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在主的面前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荣耀颂。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接着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诗篇148篇。白色的字由我来起，黄色的字由弟兄姐妹来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所有在地上的水与冰雹、雪和雾气，大山和小山，野兽和一切牲畜，世上的君王和万民，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天上之上，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百姓都赞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下有一段公祷的时间，我们愿弟兄姐妹们，请我们愿为欧洲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百姓能够坚守基督的信仰来祷告。尤其最近疫情在欧洲等等的国家
非常严重，求主保守，求主快快去掉这些病毒的侵扰，让欧美国家能够早早恢复健康环境，也为我们卫理公会各地方教会的同工传道来祷告，愿他们都有领受到主的保守，身体健康，而且教会灵命的增长。我们愿为他们来齐心祷告，也愿我们齐心为台湾各级的首长、各级的干部，为了我们台湾人民工作，造福我们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有公益、有青年的美好的居住环境。求主保守，也愿我们做基督徒的本身能够积极，能够做出好的行为，能够做出好的引导，能够做光做盐，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好的影响，更进一步能够领人归入主。也愿意我们为台湾的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来祷告，愿他们所受的教育不仅是学业上，在品格方面能够祷告主，给我们这些做师长的们有良好美善的行为，口出美好的话，造就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愿意为在疫情当中各级医疗人员为我们把守疫情不再扩散，这些医疗人员，我们为他们做出感谢以及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坚守岗位，把疫情控住得宜，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正常。以上求主保守怜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是祷告，乃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请我们同诵主祷文，请。接着，我们请品存弟兄来读上帝的话语，请。平安。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撒母耳记上第2章18至20节以及26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18节起，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达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第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41至52节。41节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1天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以上是神的话。接着，请我们翻到哥罗西书3章。我要攻读的是12到17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草、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着诗班献诗，我们请诗班。
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他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时尚穿搭。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做礼拜。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看到上帝跟我们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随时都在我们的身上。特别今天看到我们的诗班，今天的献诗很不一样，今天是唱英文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这些歌曲有些调子都很熟悉，好像在电视里面的广告曲可能也听过，但是很多人不晓得那个跟诗歌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一些广告歌，或是听到有一些这个在电视里面播放的歌曲，其实都跟诗歌很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诗歌好像就是很古板的或是很死板的，其实诗歌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诗歌里面看到上帝美好的祝福，不单是基督徒在用，其实有很多地方也都用到我们所唱的诗歌。愿上帝祝福我们。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礼拜堂里面有稍微些许的不一样，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哪个地方不一样，知道吗？圣诞树很早就插了。钢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看到吗？位置不太一样。还有呢？新的，还有呢？有没有觉得它大了许多？有没有？大了一点点，对不对？各位，有时候微小的改变，也许别人没有察觉，但是我们会知道它有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小小的改变当中。也许你不一定人生要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你的生命每一天必然在主里面要有一些的改变，你就会发现会不一样，你的生活会不一样，你的一切会不一样，你所看到的一切眼光各方面会不一样。每天只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一些小改变，渐渐在主里面我们成型，成为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祝福我们。
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哈，千万不要介意。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这个语言上比较这个害怕会介意的话，好，那各位知道以前早期台湾有这个，因为从中国大陆这个国民政府撤退嘛哈，所以有很多这个外省的老伯伯他们会来到台湾，或者是一些老兵他们会来到台湾，然后因为是单身来的，所以有时候会跟台湾人来结婚，会跟这个我们在地的人会一起有一些的生活。那各位知道这个外省伯伯他们要讲话各方面还是有很重的乡音的。好，那但是呢大家经历过这样几十年的这样的融合，也都大家都习惯了，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稍微都可以了解。有一对老夫妻，因为这个先生是以前的这个外省籍的老兵，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台湾人结婚了也儿女也大了，然后生活各方面也都在台湾都很好，真的是架杠的台湾人了。但是乡音还是没有改。但是呢，他们好不容易赚了一生的钱之后，他们要去这个外面的地方要去度假。然后去度假的时候呢，因为当地很冷，然后他们睡在一起，夫妻睡在一起。半夜的时候，那个老伯伯就这样讲，他说：“这一辈子太短了啊！”然后这个阿嬷听到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好感动哇！我的先生说这一辈子太短了，跟他在一起相拥真的是相当的短的暂的时间。然后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这一切都是缘分啊，这一切都是缘分嘛哈。”然后这个老伯伯就说：“不是，我是说这辈子太短了。”听得懂意思吗？这辈子太短，太冷了。辈子太短了，太冷了，跟这一辈子太短了不一样，知道吗？听得懂意思吗？这辈子太短了然后这个阿嬷听到这是一切东西缘分，不是缘分，是辈子太短了。愿上帝祝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别人在讲什么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让大家看一个图，让你们看一下，你会发现些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些什么事情让你会去思考的吗？这个应该是要停捐血车，对不对？好，中间插了一部小轿车，然后这个小轿车又不是停在停车格里面，对不对？它停在哪边？停在2个车格的中间。好，然后各位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我们现在人讲叫做只求自己方便，然后不去考虑别人的需要。然后这个捐血车就把它塞住，让它也出不去。好，所以你可以想见，有人这样说了搞不好他必须要捐很多血，他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好，那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有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的方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考虑别人的需要。但是当你不考虑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恐怕就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只图自己的方便就好，我不要考虑别人的需要。各位，我们常常在停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据说国外好像现在在推一个行动，就是如果你早一点到公司上班，或是你早一点到这个地方来停车的话，你可以停里面一点的地方，不要停在外面的格子，让外面的格子可以让晚到的人可以来停进来。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希望我们多能够体谅晚到的人，或者是体谅这些需要的人。我们不是占着人家的位置，如果我们今天早到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车停在比较这个停车场的里面一点的地方，然后让外面可以让晚到的人能够来停。包括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希望大家往前坐然后后面给晚到的人。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怕坐前面，不晓得是不是怕牧师口水会喷到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了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后面让晚到的人，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可以方便，给予别人方便，我们也会得到方便。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为什么要特别讲叫做时尚穿搭？因为好像在教会里面讲时尚穿搭有点怪怪的但是各位，其实穿搭是一个艺术。
各位如果知道早期的古代的话，更是这样的一个注重因为在古代的话，每一个身份阶级都是有不同的穿搭，或是有不同的穿着比如说像以前古代的时候，皇帝的衣服是平民不能够随便穿的比如说它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包括你用黄的颜色也不行，必须是皇帝才可以用黄的颜色。好，那包括像有很多的服装，你必须要在某一些场合、某一些地方才能够去穿上这样的一个衣服。在国外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穿那个小短裤、迷你裙，或者是这个露肩的，很多女生都喜欢这样，因为天气热嘛有一个小女生，她就这个到处去的时候都是穿着小短裤，然后穿着这个细肩带，然后到处跑。他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去劝告他的这个小女儿，后来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把他的牛仔裤剪成短裤，然后穿着这件小短裤，然后每个地方，包括去送他女儿去上学的时候，他也这样穿着小短裤去。然后这个女儿看到父亲这样的举动，觉得相当的不妥，也觉得好笑，说你怎么会穿这样，然后还送我去上学？但是这个父亲的用心相当的良苦，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的孩子知道，你的穿搭应该要在适当的地方，要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场所来穿上适当的衣服。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也是应当这样，我们应当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像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是要教大家你要怎么穿着千万不要误会，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做说明。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你应该怎么样的配搭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哥罗西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就是现在各位图样上看到的，这个是古代画他的画像，但是不是真的他这个人就长这样，不一定了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保罗他是大概类型，他们当时的人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样式。但是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去建立的，哥罗西教会是当时在各位如果有看《使徒行传》里面的话，早期教会圣灵充满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他们在这个后来这个彼得他们在那里讲道完之后，后来很多人他们就悔改信主了，他们分散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哥罗西的教会有可能是这些回去到自己家乡的人，他们回去那边的一个聚会点，一个聚会的地方。但是保罗他也常常派传道人、宣教士去到哥罗西那个教会去协助跟帮忙那个教会，因为教会要建立不容易，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老师、指导者，或者是很多的牧者去协助帮忙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如果各位看这个哥罗西书的话，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做以巴弗。这个人就是保罗所差派去到哥罗西教会去协助当地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然后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所以他不是一个自由身的时候写这个信，他是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去写这个信。那为什么他有闲写这个信？因为关在监狱里面才有闲可以写嘛然后呢，这个以巴弗他从哥罗西这边来到监狱里面来探望保罗的时候，把教会里面一些的事情来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了信，然后差派了叫推基古，还有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做阿尼西姆，这2个人就送这封信到哥罗西这个教会去，来解决一些教会里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没有问题，教会里面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所以牧者、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当中的这些的执事们，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同工，我们就是要来帮忙协助，来解决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各位，这个哥罗西就在大约中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好，那哥罗西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以前是一个商业城市，那它特别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黑羊毛，就是他们养的羊是那个黑色的，所以有很多的羊毛，这个黑色的羊毛大概从那边出产。早期他们是一个商业的城市，但是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没落了。没落了，被谁取代了？它周边有几个城市，像老底嘉、以弗所这几个城市就把它给取代了。好，所以
后来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这个城市就比较稍微没落了啊，就比较不是那么样的兴旺。那但是哥罗西的教会建立在那里，它虽然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样的兴旺，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的特色在的。各位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嘉教会，各位知道吗？哥罗西这个就在老底嘉的附近。那老底嘉教会很有名，在启示录里面，老底嘉教会，耶稣说它叫做不冷不热的教会。为什么会说它不冷不热？其实跟这个地形有关系哈。哥罗西的教会，他们生产的泉水，他们那边的水质很好，他们的泉水是很冰凉的，然后喝了让人会很舒畅的。在它的北边的这个希拉波利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热水泉是可以做药的，是那个矿物质很多的。好，所以这两个城市，一个是产热泉，一个是产冰的泉水，所以两个城市他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这个老底嘉的教会，它是那个地方的水质很糟糕，就是不冷不热的，所以是会让人作呕的，是味道不好的，有点像硬水那种比较硬的水，所以水质不好。OK， 所以哥罗西的教会它是比较这个泉水上面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很多人喜欢喝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泉水。所以这个地方至少有一些的东西是当地的特产。那当然，教会除了在这个地方一个没落的城市以外，另外教会建立在那里，一定也会有一些的问题。因为刚刚提到了，那个地方以前过去是产羊毛的，所以成衣业或是做衣服的、做布料的是很多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给这个教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的圣经，一起念来。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各位有注意到那个小字有吗？小字里面说什么？穿。好，所以意思是什么？那个存着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穿上。穿上什么？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穿上温柔，穿上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要穿戴在你身上的，这是要穿在你身上的。穿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些的显出来的时候，就显出哇，原来基督徒的素质就是这样，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样式，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模样在那个地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是穿在身上的。穿也代表一种选择，我不要过去的，我要现在的衣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去知道要穿哪些在我们的身上，或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穿着也是一个彰显，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穿上这些，就显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人。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关心牧师的穿着哈，因为平常牧师没有事的时候不会穿像今天这样，平常都是大概比较随性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关心牧师的穿着。有一天有一个姐妹问我说：“牧师，如果你没有衣服的话，我带你去买衣服好吗？”我说：“其实我不缺衣服，只是我不想那么绑在身上了哈。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他们认为说，牧师你应该要穿着打扮，应该像什么样式才合乎你的身份跟你的条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让人看见你的生命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这是马丁路德的解释了哈。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恩慈，我们只挑一个东西来做解释，因为里面太多了，所以我们只挑一个东西。他说恩慈是什么？他说基督徒不该是一副严苛、爱挑剔的模样，而应该是一个温和、有人情味、和蔼可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光一个恩慈，你就知道这里面包含那个含义是相当的深的。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严苛的样子，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爱挑剔、鸡蛋里挑骨头的那样的样式，应该是温和的，而且有人情味的，是和蔼可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光我们穿上恩慈，恐怕就很多不一样就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那样的恩慈，让人可以看见，而且是可以跟我们亲近跟接近的。好，保罗又更进一步的讲这个话，哥罗西书的3章13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在团体里面常常会碰到。在团体的里面，每一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样比较好，有的人觉得那样比较好。各位知道，包括像我们要调这一台钢琴哈，连角度都会有人有很多意见哦。这样调过来这样好一点，不，这样比较好。今天在楼下的时候，早上牧师在开门的时候，然后因为楼下的副堂我们是台语堂在崇拜。各位知道，我们每一堂崇拜的时候都会有插花，我们这个插花很漂亮，对不对？都是我们的插花的同工帮我们做的整理跟安排。那楼下我们那个台语堂在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插花不太好，为什么？不是说它插的不好，是私会的人会挡住这个漂亮的花，所以是不是应该把它挪出来一点点呢？好，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干事跟淑清姐说，那我们就把它挪到讲台旁边好了，这样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淑清姐就说，可是那插花的人认为放在这里是比较好看的。好，那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就把它放在这边好了。好，可是等我上到楼上来，在做预备祷告完下来的时候，花不见了，又跑去哪里？又放在那个这个圣经的旁边，那个圣桌的上面的地方。也不是我预备要放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原来每个人对美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样比较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必要为了怎么样比较好而有这些的争执。如果有争执的时候，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因为你的眼光恐怕跟别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而且到最后出现的恐怕都不是你想象的结果。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人。不是认为我觉得我这样做就是对的，应该要放在这里才是对的，不一定。也许它放在中间这边才是更好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到最后呈现，我们就感谢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这样的一个服事做一份的贡献。所以不要用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反而要用上帝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愿上帝祝福我们，因为上帝不断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也许我们做的不一定很好，但是上帝总给我们都有再一次的机会。好，所以保罗再更进一步的讲14节，我们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各位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吗？刚刚我们读到保罗说什么？他说要穿上什么？要有怜悯，对不对？还有什么恩慈？还有什么温柔？还有什么忍耐？还有呢？谦虚、温柔、忍耐，对不对？好，你把它想象成，它都是衣服的一个部分。好，那但是谁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这个爱心。好，所以14节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什么？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好，记得那个存又是叫什么？知道吗？穿，对不对？在这一切之外，要穿上什么？爱心，因为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意思就是这些好的品格要用什么？用爱把它串联起来。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时尚穿搭用爱心做底，然后穿上谦虚，穿上温柔，穿上怜悯，穿上这些的各个不同的服装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就成为一套完美的一个服装。基督徒的时尚穿搭不是你要穿多漂亮的衣服，不是你要穿多美的丝质的东西，而是你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串成一个好的衣服，可以是好看的。所以司布真这样说，他说花的根要健康才能结出这个美好的花朵，百合花的根就是信心，所以爱才是百合花的花朵。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爱心是从信心衍生出来的，从无为的
良心、无愧的信心，能够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心的时候，就能够联系所有的德性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把所有的这些美好穿在身上的时候，要存着爱心，穿上爱心的时候，就能够将这一切连结在身上。当然，讲爱很容易，但是要做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所以，爱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做不来的话，其实需要跟上帝求爱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常常在牧师在做那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常常会提醒一个事情是：你没有的东西是给不了人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才能够给别人。如果你没有爱，你很缺乏爱，你很渴望爱，那么你还需要被爱来充满，你才能给别人爱。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给爱出去？因为没有爱在你的里面，你是给不出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的4章16节，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满满的爱在里面，你必须要有神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有爱可以供应给别人。如果你没有神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恐怕没有办法给别人需要的爱。保罗在提醒这些的教会的时候，也提醒他们说，那么要用什么样来去做一个判断，或者是用什么样来做你的导引。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除了有爱做基础以外，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事情可以做得顺、做得好？所以保罗又给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哥罗西的3章15节，他说什么？他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他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这个翻译比较好，因为在台语的那个翻译里面叫做让基督的和平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当然那个翻译也是很好的。和平跟平安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不让你平安，那么你就不要这样去做。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会让你平安，那么你就这样去做。所以当你要去向别人施行那个善行，或是要做好的事情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要先衡量说，我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让我有平安，是不是让别人有平安。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没有让别人有平安，我自己也不安的话，那就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没有平安，那么我就不要这样去做。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有平安在我心里做主，那么我就这样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这样做对别人是不是好，那看看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平安在心里面。如果你发现我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安，好像对别人有点不太好那么我们就不这样去做。所以用基督的平安来引导我们在心里面做主，引导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对的事情。当然包括有时候生活不一定都是很顺境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压伤，但是在压伤的当中也才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愿上帝祝福我们，有时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也许超过我们的期待跟想象，但是都在上帝的掌管跟带领的当中。好，所以16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的心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边做礼拜，上成人主日学，或者是在小组里面有这些的聚会，求上帝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可以穿在心里，存在心里，常常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这样穿在身上，把神的话能够存在你的心里面。然后16节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能够用上帝的话彼此劝慰，用诗歌彼此的分享，用上帝的话彼此的帮助跟扶持，让教会里面祷告越多，唱诗越多，但是抱怨会越来越少。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教会里面抱怨渐渐的少，祷告跟唱诗越来越多。10年前我们去这个韩国的教会观摩的时候，
那个教会让我们有点震撼，就是他们无论在各个地方，教会各个角落，都会有一小撮的人，他们在那里一起的聚会祷告。然后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甚至房间里面都有一小撮人，他们就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或是一些小组的聚会。然后这个主任牧师，这个韩国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这样，他说，教会里面祷告越多，抱怨就会越少。所以，如果你发现教会里面抱怨很多，那表示我们祷告是很缺乏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唱诗跟祷告，而不是有更多的抱怨在这当中。但是不是说我们命令人家不要抱怨就不能抱怨，不是，而是当我们能够唱诗祷告越多，抱怨自然就会越来越少。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是被诗歌给充满，能够被祷告给充满，能够被上帝的话给充满。所以以弗所书5章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而不是只有人数增加的教会。要让圣灵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以至于能够彼此连结跟和谐。所以刚刚提到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应当是更有爱心的，而不是没有爱心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当中被充满。所以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其实就是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信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给人看到我们显出那样的样式，是看不见的那个信仰，看不见的世界，借着我们的生活显出来。我们的信仰都在每天都在显出我们是相信什么。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能够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信仰。17节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我们的说话行事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将感谢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好像要像那个就是其他的宗教信仰一样，很多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会常常遇到人就说感恩感谢。基督徒不是只有言语上的，而是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人说平安，说感谢感恩，不是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术语，宗教术语，而是它是一个实际上的态度跟行动。我常常去到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公司，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公司里面去，甚至是机构里面去做一些的分享。那有几次我在带晨祷的时候，我会跟这些的弟兄姐妹跟这些的同工们讲说，如果今天你能够成功，是因为你的同事帮助你，让你可以成功的。所以其实你要为你的同事能够成功而感谢，你要感谢你的同事，因为他能够完成他的工作，才能够不会连累到你。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必须要承担别人的工作，他做得不好，一定会连到你的身上，所以反而你会更加的辛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祝福你的同事成功，那么你自己就可以好好的完成你的工作，那也是你的成功。所以你的成功不是因为我自己好就好，别人不好不管他，不是。你的成功是因为别人成功了，你才可以成功的。所以如果更好的事情就是你祝福别人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得到那样的成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态度才会决定了你的高度。所以感恩感谢不是只有讲话那个术语说感恩感谢，不是，而是我们真心的祝福，希望别人可以成功，那么对我们就得到帮助。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能够得帮助，其实也是很多人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功的。所以感谢感恩应该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宗教术语。所以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感谢跟感恩不是只有在嘴巴里面，而是我们的真心的祝福，让别人成功，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成功。所以基督教的核心精神不是骄傲，而是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服事很好，假设如果你今天在台上服事的很好，今天也许诗班今天唱得非常的好，今天带敬拜带得很好，今天司会做得很好，司琴做得很好，我们的核心的精神不是骄傲，不是说好像这些都是我很厉害，不是，而是
感谢上帝，让我可以能够有机会这样的服侍。基督教的核心精神不是骄傲，而是感恩。我们能够做这些，感谢上帝，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当然有很多事情不一定我们都能够值得高兴或是感恩，因为有很多事情也不一定如我们所期待跟想象。但是这个大卫耶利米这样说：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能够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有许多事情也许超过我们的期待，但是都值得感谢跟感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最近去做了一些的治疗，因为身体有一些的不适。那当然因为跟这个身体上面有一些的这个结石的状况然后后来他因为不小心就这个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疼痛了，然后就把这个石头给排出来。结果没有想到到医院去的时候排得更多，把很多东西都排掉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流血或者什么。但是后来我们这个弟兄他非常的高兴，他说感谢上帝，我这几年的腰痛终于得到解决，因为他把很多的结石都给排掉了。所以反而有很多负面的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反而是在上帝的祝福跟恩典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谢，但是我们可以从每件事情当中找到值得感谢的理由。或许它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负面的事情也有很多正面的意义。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功课。第一个，最时尚的穿搭是披戴基督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要披戴基督，把基督穿在身上。专注属天的事，属地的事上帝也会给我们，但是如果只有专注属地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不到。这个是 C.S. Lewis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最近我想大家看到电视新闻里面那个已经报得太多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讲它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专注在地上的事，属天的事就没有了，属地的事也会没有。但是你专注属天的事情，不但属天的、属地的，上帝也都赐给我们。所以从不完美的自己的身上找到完美的主耶稣。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完美，就是他接纳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所以上帝的完美是接纳不完美，这个才是完美。如果不能接纳不完美，那就不是完美的。上帝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所以他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这个上帝所看为善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这样的功课，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这样去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披戴基督在身上。所以披戴基督在身上，其实最重要就是与上帝同行，每一天都与上帝有这样美好的交通的时刻。第二个，最时尚的态度就是饶恕。所以除了时尚的穿搭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有时尚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就是要学习去饶恕。也许我们都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每个问题，或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本来就是配不上上帝的爱，但是他却饶恕跟接纳我们。所以接纳跟宽恕是上帝给我们的极大的爱。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也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所以这里说最时尚的、最高尚的复仇就是原谅。托马斯·富勒这样说：最高尚的复仇就是原谅。当你不再被这些捆绑了，你就得到释放了；不再被这个人绑住，你就是得到最大的一个复仇。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在也许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但是在这些嫌隙的当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的方法，彼此的原谅跟饶恕，这个是最高尚的复仇。所以今天就选择饶恕他人。也许在这一年当中，有一些人的做法方式，或是他的想法，或是他的态度，甚至做事的模式跟你不一样，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饶恕。穿戴其实跟选择也有关系，你要选什么样的衣服穿在身上，跟选择也有关系。所以穿着跟选择是类似的意思，意思就是你今天愿意穿上什么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可以选择饶恕别人，正如天父饶恕我们一样。或许每一个人做事方法不一样，像刚刚讲的如果有人觉得花插在这个地方好看，有的人觉得放在这里比较好，也许每个人意见不一样。但是如果可以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选择不是我的方式才对的，也尊重别人的方式，或是看别人的方式为好，让我们可以选择饶恕跟原谅别人。记得原谅才是最高尚的复仇。愿上帝祝福我们。第三个最时尚的行动就是荣耀上帝，所以不单是穿着，还有态度，包括我们的行动也是。所以有的人穿着打扮很好，但是行动上不搭也是不好看的。所以最时尚的行动就是荣耀上帝。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为荣耀上帝而行，无论做任何的事都以荣耀上帝为主。所以约翰一书2章这里提到说，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2章6节，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说我在主里面，我信上帝了，不是，是我们应当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行出这些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怜悯啊、仁慈、恩慈啦、温柔啦这个良善这些的美好的德性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那个是我可以夸口的。宗教夸口的是自己，但是福音让我们为耶稣所做的来夸口，所以夸口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如果你能够怜悯人，那么感谢上帝，这是耶稣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怜悯人。如果我可以有温柔的心在我的里面，感谢主，这是耶稣的温柔在我的里面。如果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慈对别人，那么是神的恩慈在我的里面。所以宗教夸口的是自己，但是福音夸口的是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好，最后也给大家这样的勉励，其实也是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勉励了不要就是只是外表像基督徒，而是我们应该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品格跟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去以前在马祖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去村落里面，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这些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信耶稣的人来了。但是他们说耶稣来了，也许是戏谑的话，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话应该要觉得高兴，因为人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所以不是外表上面像基督徒，而是我们的生命应该像基督一样的生命，使人能够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显出他的荣耀。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年已经要结束了，但愿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有更加的进步跟成长，特别我们的生命也要更加的进步跟成长，不是只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渐渐的长大成熟，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那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要一夜长大，不是，而是我们在每一天有小小的改变的当中，我们相信一段长的时间就是一个大的改变。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天让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长久的时间累积就是一个好的改变。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穿在我们身上，披戴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能够联络这些德性，能够联络的好，帮助我们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显出上帝的荣耀。让我们最时尚的穿搭就是披戴上基督，我们最时尚的态度就是能够原谅跟饶恕。主也帮助我们最时尚的行动就是能够来荣耀上帝。谢谢主恩待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多的有这样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极大的荣耀。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用哥罗西书3章12节来回应牧师所分享的，请。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哥罗西书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哥罗西书3章12节。
请我们坐着唱新灵鸟诗选164首夜半歌声，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当年是旷野般传来荣耀声音，天使举声临近晨欢，感受破荆棘，天堂安适人茫茫，知天上真神。夜大地肃然静候，其声天使歌声，天使依旧来临，展开和平翅膀，天使妙音轻轻传来，安慰疲乏世人，焕然展开双翼，使愁苦群生，万邦朗朗喧闹声中，能听天使歌声。万千劳苦群生，重担敬仰心头，长路漫漫崎岖难走，步步艰辛万分。那欢乐环境时代，片刻即要来临，温泉人生路旁停息，倾听天使歌声，见岁月匆匆迁徙，世事变化不停，黄金时代终必来临，天知早有说明，日平安是给万民，日荣光从你，世间万邦同声合一，天使歌声。接着我们请低头，我们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们齐聚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献给主你所喜悦的歌，求主悦纳在这里，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微薄的金钱，做教会事工、圣工的使用，求主圣化悦纳，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视线的同工。
接着我们来唱诗，来彼此问候，请起立。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请我们彼此问候，请安。这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回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抓那个重点报告，请看教会事工报告跟肢体消息。请看第六项，本堂6楼规划为100人中型的聚会场所跟活动空间，等于是一个聚会的崇拜的会所。那还有一些需要弟兄姐妹共襄盛举的募款。请大家过目。再来，请看第7项，今年即将尾声110年的会计账目也做最后的整理。如果需要支出款的，如果需要申请支出款的会友，请在12月31号前到办公室来申请。请我们看第12项，牧师呢预备在明年3月7号到9号到马祖去探宣，由邵文弟兄担任领队。那在主日后，邵文弟兄要做简单的宣教行程说明跟牧师欢迎弟兄姐妹们留步来参加。那我们的地点在201号，在2楼的201教室这个说明的地点，大家留意再来，请看肢体消息。牧师呢，在12月20号已经安息主怀，求主安慰他们家属，兼顾他们，赐力量给他们。还有，请看第3，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关心，为他们代祷。最后我来介绍一位我们新来的弟兄，叫
念到你，请你起立，让我们认识你，叫冷明祥，好，还有，好，起立，让我们多认识你。还有那个是不是隔壁冷明祥弟兄？他隔壁是不是没有？好，好，欢迎你哈。牧师有没有补充？来，感谢主哈，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冷弟兄跟我们的这个家人哈，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虽然他叫冷弟兄，但是不冷哦哈，他是热心的人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冷的哈。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在201的教室，我们会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要去马祖探宣的一个过程跟我们的一个行前的介绍。那因为相信很多人因为常常听到在台上牧师常常讲那个马祖哈，那因为我们可能对它很陌生。各位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最北疆的地方就在马祖哈，所以其实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在那里。那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马祖去做探访宣教，不是去短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人家帮忙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去关心跟认识我们在卫理公会最北端，在我们的国境之北有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请大家来关心在那里的教会，所以等一下201教室我们会做一些行前的说明。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参与的团有限哈，所以我们的上限只有到20位所以就是要请大家能够尽快的能够来完成，如果有意愿愿意报名，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清楚，就是所有的行程必须是自费的因为我们不希望给当地的教会有太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行程是自费的行程。所以既然是自费所以就必须一定要有存一些钱才能够去前往所以教会也没有这些的补助，所以请大家要先了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郝牧师在12月20号的时候离世，那我们已经在前几天已经帮他完成入殓跟火化。那1月8号就是他的追思礼拜会在这边进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曾经有跟我们的郝牧师有一些接触跟联系，我们的郝牧师是我们荣光堂的前3任最早的前的3任的这个牧师所以请为我们在这边跟我们有这样连结的牧者，他们在这边的生活，最后上帝接回他到天家去，96岁的老人家很安详的在主怀中已经离开。那感谢主，他的留下了美好的品格，我们才可以有现在的荣光堂的规模。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也关心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里的需要也请弟兄姐妹特别要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希望我们在明年我们可以做稍稍有点不一样，也许我们要有一点行动了，要走出去了。那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有走出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也许我们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做宣教的事工。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机会参与在一些宣教的服事上愿上帝祝福我们。3一颂后，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接受上帝赐福，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赐给我们美好的祝福，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满满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新的一年，愿你更多加添在我们当中各样的丰富恩慈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工作、家庭生活上都得着满满的祝福跟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